天下的媽媽攏是同款呢。台南市南區文安里探到母親節進前辦理健行活動，除了落實全民健康運動，鼓勵各年齡層走出戶外，建立運動習慣，也進行相關正能宣導。詐騙的哦，打電話去恁兜哦，要甲你講囡仔安怎啊？這種是騙術的，啊個登革熱哦，登革熱呢最近天氣漸熱哦，所以登革熱真濟哦，所以有需要咱里長呢有需要咱有要出外佚佗哦，阮巡守隊呢會當甲你加強巡邏。這聽愛注意聽，因為這是最重要的。像咱警察叫講吼，這詐騙。其實即馬咧行路是上界基本的運動，阮吼。甲里長吼，若做久，我就知影講伊一工吼，攏愛行2萬步啦，行2萬步，你看身體怎樣誒？活動現場相當熱鬧，台南市長黃偉綽、南區區長蕭秀華、議員周麗珍、盧坤豪、李啟維、林美燕攏到場，陪伴里民做伙健行。路線經過社區重要地標，包括建設當中的文蘭社區活動中心、健康綠洲公園遐的文蘭活動中心吼。今年一定愛啟用，只要啟用了後，咱明年開始，咱就會當直接做舒適的所在來辦理安尼的活動。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，母親節快樂！在母親節的假日時啊，甲厝內人共同流汗運動，強身健體，閣會當促進感情，傳達社區滿滿的活力甲溫馨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